梁明光老師，我哋各位在場嘅嘉賓。呢個咧就作為一個呢本繪本嘅主要嘅主角，我真係覺得非常之榮幸，好開心，亦都好感恩。喺畫畫嘅過程裏面，諗一諗自己有邊啲地方係好，係做叻，或者覺得自己係閃亮啊，有亮點嘅地方。玩得開心啦，咁其實令佢好放鬆啦。咁朋友咧都覺得你成日都笑嘅，感染到佢都好快樂。支持。咁我話：如果你做創作到呢本